大家而家身處嘅咧就係一架91年嘅 Honda Beat， 咁係一架屬於686cc 嘅 K 卡車種。咁喺日本91年代咧，曾經風魔過一時，因為佢基本上本身係一架 MR 嘅車種。咁 MR 係咩咧？中置引擎。咁啊，基本上好少有一啲686cc 嘅 K 卡係會用中置引擎嘅車。咁啊，因為佢本身從來冇中置引擎嘅設計啦，咁要做一架中置引擎嘅 K 卡係基本上需要重新去由頭設計過一次，所以呢架車基本上個售價係當時都幾犀利嘅，係要去到16萬港幣一架咁嘅 K 卡。大家而家係咪覺得好唔值啊？